唱一个，唱一个，练习前面给他唱一个。啊，因为很多人都还在7楼，那麻烦盛哥再唱大声一点啊，捧场一下哈。的所有细胞来唱这一首歌，对不对？来点。全能的上帝保护咱每一个人，赐平安，完全的平安，坚心勇敢度万难。
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上主至大，应该受大称赞。伊的伟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迄代称赞你的作为，要保养你大权能的所在，人要讲起你尊荣荣光的威严，我要笑念你奇妙的作为。请再来吟诗阿罗上帝，信诗第24首，我信阿罗至高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So
坐。请阮同心压头来祈祷。信在，信在，信在，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万世君王，你的荣光充满全地。感谢你保守阮平安度过顶礼拜，享受你一切创造的美好。今日感谢你阻止阮，这声敬拜阿乐，享受这上好的恩典甲福分。愿因为你欢喜快乐，愿要保养你奇妙的作为，愿爱学乐你的名，因为你配得一切荣耀。愿尊贵荣光归伫万世君王，永远存在，看袂到独一无二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阮。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擦消阮的罪过。阮知家己的过失，阮的罪恶不是伫阮的目睭前。你喜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教示阮，互阮的内心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阮的罪，甲阮洗清去，互阮比洗较白。亲爱的主耶稣，你为着阮流血牺牲，互阮会当通过基督甲上帝搁和好。既然搁和好，阮搁较会因为基督的国活来得到拯救。主啊，阮的心爱你拍开，愿你通过赐予咱的信心，将你的听灌入阮的心。主啊，今日教会是开学的时间，教会侪学生要开始新的学期，嘛有几位的毕业进入新的学校，学生甲家长拢爱面对新的挑战。求主看顾保守学生出入的平安，赐因智慧，会当伫学习中看出你美好的创造。了解你爱因所行的路，嘛，互家长知影怎样用智慧甲疼心管教囝儿，互一家人拢会当感受到你的疼。只是阮也袂为着身体欠安、家庭有问题，工会拄着挫折的人来祈祷，恳求上帝特别看顾安慰因的心灵。赏赐因信心甲勇气，为因开路，早日脱离忧伤困苦的情景。求信心即时阵伫阮中间，帮助阮会当通过马永年老师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阮将今日的聚会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来带领。我遐你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咱三个来交读启应文第31篇，也就是诗篇第27篇甲128篇。我来客兄弟来引。厝体人是上主建造，城人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暗暗才困。上主所疼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是所生的囝儿，种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加果子的葡萄酒。因
一定遐尼幸福。愿上主对锡安赐福互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请大家来强守上帝的话。记仔日的圣经记载伫创世纪第1章第26节到27节，甲第2章18节到20节、23节到25节。上帝讲：咱着照咱的形象，照咱的款式造人，互因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地上的精星甲野兽，以及伫地上得白的动物。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造人，伊照伊的形象创造因有男有女。主上帝讲：迄个人家己一个大毋好，我要甲伊做一个帮衬者来匹配伊。主上帝用土做野地逐款的走兽，以及空中逐款的飞鸟。主上帝甲遐个动物带来迄个人的面前，互伊甲因号名。迄个人甲逐款的动物互的名，就正做迄个动物的名。迄个人就甲所有的精星、空中的飞鸟，甲野地一切走兽互名。毋过找无一个通做伊的帮衬者来匹配伊。迄个人讲：即个才是我骨内的骨，肉内的肉。通称伊做查某人，因为伊是对查甫人摕出的。安尼，人要离开伊的爸母，甲伊的某结连，两人成做一体。翁仔某两人赤身裸体，无感觉见笑。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只是要请天空里小组来学罗上帝，所要因的诗歌是主的听，主的爱。主
这是要请马永年老师来讲道。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你的婚姻不只是你的婚姻。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有机会来这边分享有关于婚姻的主题啊。那也是因为11月底我们夫妻会来教会一起带一个夫妻营，所以我们先趁这个主日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对于婚姻的一些想法、一些观点。那首先要问一下，因为今天谈的是婚姻，所以问一下我们在当中，你目前在婚姻当中的，请举个手看一下。你在婚姻当中，好，多数哦，感谢主，请放下，谢谢。我们处在一个婚姻关系变得脆弱的时代，婚姻制度不再被信任，婚姻的定义被改变，家庭的意义跟价值也被轻看。所以2年前我们夫妻和一群弟兄姐妹一起成立一个协会，那希望可以帮助教会建立属于教会自己的家庭工作。各位手上有一张夹页哈，那是我们的简单的文宣，我们最后再来说明。那我们夫妻结婚到现在已经27年，有3个孩子。9月开学，所以现在是高1、高3跟大3。然后我们投入在婚姻家庭工作已经超过20年，这当中上帝带领我们一边服侍一边进修，最后我们都念完一个神学院的硕士，一个家庭研究的硕士，最后神也带领我们完成基督教教育的博士，和我太太完成一个门徒塑造的教牧学博士。所以今天早上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一方面是我们的专业，我一直觉得婚姻不太是专业，但是发现念完那么多书以后，发现那真的是一个独立小小的专业哈。上帝带领我们的专业，我们的生活也是神给我们特别的呼召。那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你的婚姻不只是你的婚姻啊，这个题目比较像连续剧的主题，因为神对婚姻的设计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更丰富。那从这个开始分享，这是摩门教对于婚姻的一个口号。我想早年很多人都看过，他们还有一个贴纸会贴在车子的后面保险杆上面。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我们特别绕去盐湖城，那就是要去参观摩门教的大本营哈。那因为我们已经在婚姻的主题上有一些服饰，所以想去了解那边到底长什么样子，至少风闻已久。那这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就想去了解为什么他们会把家庭看得这么的重要。而且我们念家庭研究，在整个学术圈，家庭研究大概数1数2的就是摩门教的大学，杨百翰大学，他们的研究所，他们的老师在学术界是数1数2的，所以他们看婚姻很重要，也认真的来做学术研究。这一点是真的很令人钦佩。那盐湖城那边呢，不只是一间大教堂哦，这是他们大概的样子，有教学大楼，有图书馆，有音乐厅，其实是一个小的学校。那来自各地的摩门教年轻的信徒在他们的这个组织的邀请底下，就会建议他们到美国这类的地方有2年的培训，所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那边上课，同时他们也可以为我们这些去的观光客做导览，他们就可以用他们本来的语言做导览。那一开始我们跟着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她就介绍，然后因为我们3个孩子都能够听英文，就介绍那整个的园区，他们后面的想法。后来走着走着，我们发现我们走到一团是用中文的，用普通话的，然后我就也听到他在讲到婚姻。那他有挂名牌，所以有台湾的国旗，还有中英文的姓名。那个不到30岁的女孩，看她非常开心的在跟那个从大陆背景出来的老中青3代，特别是那个长辈那2代，在跟他们讲，听到他非常开心的在分享婚姻，我们就过去听，就听到他说：“各位叔叔伯伯，你看你们现在全家就家族出来一起度假放暑假，那享受这天伦之乐，很开心很幸福。那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加入摩门教，将来你们在天上也要继续做夫妻，直到永永远远，这样是不是很幸福啊？”然后发现那个，特别是那些叔叔伯伯就笑不出来了。如果到了天上还有那个太太在旁边，那还算不算天堂？大家都有这个问号。我们都希望婚姻可以幸福，所以如果你在结婚之前有人告诉你说婚姻注定是吃苦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会勇敢的进入婚姻。所以究竟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求主让我们今天早上有个清醒的头脑来聆听我们讨论这几节经文，希望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
刚才我们读的那几段经文，在创世纪1章、2章为主，分别是从2个不同的角度在讲创造。第1章是照时间的顺序，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写的是第1天、第2天、第3天，然后每一天都是好的。第二章就是以人为中心来描述上帝的创造。经文讲的是神把人安置在美丽的伊甸园，但是当这个镜头、当这个焦点转向人的时候，经文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是用这个和合本的经文跟我们刚刚读的有一点不一样。接着就是这个人领受一个任务，要去帮动物命名。在这个人完成了命名的工作以后，最后的结论是，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里的经文强调亚当需要帮助，不是因为帮动物命名很难。这里也不是在讲管理神所创造的大地有多复杂。好，这里不是在讲治理的责任，所以亚当需要一个助手，完全不是在讲这件事。这段经文凸显的是亚当的问题，他的问题是独居，独居是不好的。所以配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来解决独居的问题，不是送餐，不是1个星期打扫2次，而是能够在他旁边作伴。我想这是我们进入这个老人化时代最大的挑战。很多独居的老人家需要我们政府、需要教会、需要机构的帮忙。可是当我们去送餐、打扫以外，你如果问他说：“王伯伯、张妈妈，请问你最需要什么？你还需要什么？”他们大概会说：“你可不可以陪我讲讲话？”虽然他每一次都讲一样的东西，但是那是他需要有人陪伴。这个是独居的困难，他需要的不是便当，不是打扫，而是有人可以陪伴。好，婚姻也是一样，配偶是可以与你作伴的，不是帮你做事的，更不是来跟你作对的。所以在婚姻当中，怎么学习和配偶彼此作伴，就成为我们做夫妻最关键的功课。那么透过命名的这个功课，亚当这个人就看到上帝的创造是有秩序的，是各从其类的，他就更能够体会到他的孤单。原来每一种动物都有它相配的另外一只，可是他没有，只有他没有跟他作伴的。因为这样的孤单，所以当夏娃被带到这个人的面前的时候，他一看就明白，经文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骨肉被用来形容最紧密的关系。譬如说，我刚刚说我有3个孩子，3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但是中文跟希伯来文都一样，当我们形容到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都会只讲到配偶。配偶是我们最紧密关系的那个人。所以接下来是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2人成为一体，就变成我们了解圣经婚姻观很关键的经文，教导我们如何彼此陪伴。经文先讲到人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圣经最常用同样离开这个字来责备以色列百姓离弃神。怎么会随从外邦神去行邪淫？你们怎么会去侍奉别神？所以离开，他要传达的不是一个每天反复的动作，他讲的是一次，永远就这么一次。你选择离弃、背叛，你选择改变效忠的对象，那是一个忠诚对象的改变。因为在神的眼中，夫妻关系在亲子关系之上，配偶的地位就应该要超越我们的父母。所以进入婚姻的第一件事是要改变我们效忠的优先顺序，从本来对我们的父母，要转向我们的配偶最优先。不是和父母切断关系，而是你知道，如果要在基督里，你要经营一个上帝给你的婚姻关系，配偶婚姻本身的优先次序一定要拉高。另外一方面，随着孩子的出生长大，我们家3个孩子，我们真的花很多时间去照顾他们，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带的。那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对孩子，为了满足孩子的需要，2个人对孩子的期待不一样，管教方法不一样，常常让夫妻是有冲突，甚至是渐行渐远。所以在我们读的研究里面，或者在实际服事的经历当中，有一些婚姻关系是因为结婚以后没有办法重新和双方父母就维持一个比较合适的距离，以至于婚姻一直没有办法稳固的慢慢的成长。但是其实有更多的夫妻是在养育子女的过程当中，因为意见不一样，因为冲突，因为可能教养这种时间投入的不一样，最后让2个人渐行渐远。所以基督徒夫妻应该常常回头检视，我们不要让父母亲，不要让子女挤压到配偶的地位，反而威胁到我们的婚姻关系。
离开父母之后，与妻子联合。联合这个字本来在讲的是把两张纸粘起来、粘住、紧紧靠着、紧紧贴住的意思。所以你可以回忆以前我们小时候用最便宜的浆糊，把邮票贴在信封上面，只要浆糊干了，你就没有办法把邮票撕下来是一个完整的邮票，它会破。这个就是联合的意思。当我们进入这样的紧密的关系，你不太容易全身而退，你一定会被影响，你会学到新的东西，你会有新的想法。那上帝不期待它会分开，这是形容关系的紧密。圣经用这个字联合，特别来形容对耶和华的专心倚靠。当你读圣经，你读到专心倚靠神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叫做100%，不会因为你是学校的老师、校长，你是竹科里面的工程师，你就可以1%、5%，我靠自己可不可以？那个的专心倚靠是100%，毫无保留，我全部完全的倚靠耶和华。圣经用同样这个字眼来形容我们和配偶的、和妻子的联合，那是一个你决定我要积极的，我在意志上选择，我要和你共度一生，不离不弃，我要跟你紧紧的贴在一起，100%。和配偶联合很需要我们专心，你在心态上，你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都紧紧的靠在配偶身边。我要学习在我的工作、我们的兴趣、服事、朋友，当然包含其他的异性，在这么多吸引你的人事物当中，你要选择我和我的配偶不离不弃。那有婚姻经验的夫妻们应该都很了解，有太多的时候，你的婚姻走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你好像这几个礼拜、这几个月，你需要咬着牙撑过去，可能是长辈生病住院需要照顾，可能是孩子的状况，可能是你工作上有额外的压力，所以你知道那段时间会很辛苦。有时候你是真的是我们一起咬着牙撑过去，是需要靠意志力坚持，你不会随便的放弃。事实上，我们的生活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几件事情是保证从头到尾都一帆风顺的。你去大润发、家乐福买的新的菜刀，无论是300块还是3000块，大概就是用一天很利，一个礼拜很利，一个月、2个月，它再来就需要磨，需要恢复、维持它的锋利。刀子需要保养的。如果你去吃那个日本料理，他们用来切生鱼片的刀，几乎就是一餐还没有，它中间就会抽时间去磨刀的，它不会一天磨一次，它甚至中餐、晚餐它都趁机就磨一下，要保持刀锋在最锋利的状态，需要维护，需要保养。你的机车、你的汽车，通通需要保养维护。婚姻关系也是一样。好，既然它是一个活的，需要我们认真去经营。婚礼当初很多的人，我们在上帝众人面前所立的约是，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们坚持对彼此的承诺：我要爱你到底，不离不弃。这个是联合。最后，如果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讲的是那么深刻、那么重的字眼，那么二人成为一体，一定包含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但是也应该远远超过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因为当我们进入婚姻，其实是学习建立一个新的身份认同。以前是你跟我，现在是我们。我们学习在生活当中彼此配搭、彼此作伴，学习去分享小时候发生的事情，一些有趣的、难过的、开心的，让你认识以前的我。学习分享我们今天我去工厂、去公司、去学校，我碰到的每一件事情，我看到的新闻，我的喜怒哀乐，我回到家有人可以听，可以了解，我们可以透过分享里面的感受有更多的连结，还有对未来的梦想和期待。我的孩子最小的上了高1，再过3年他就上了大学，至少上了大学不应该再靠我们料理3餐。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新的可能？我有没有新的改变？可能你面对的是要退休的规划，到了退休那一天，你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规划？那个蓝图，那幅图画，你的期待，你和你配偶怎么样一起去经历、去成长？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概念。第25节讲到，当时夫妻2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可以在配偶面前毫无隐藏，我的心思意念都想让对方知道，而且我真的希望他可以知道。想象2个人合伙的一个小企业、一个小公司、一个早餐店、一个小面摊，
一起享有权利跟义务，我们共同为这一家店的未来负起责任。没有人应该在意我今天有没有吃亏，为什么你动作比较慢？我们一定是努力的配搭。今天你状况好像不是很好，没有关系，我多做一点点，为的是我们可以一起拥有美好的未来。婚姻也是一样，有时候你要刻意选择去牺牲自己的利益，重点不是成全对方，而是成全你们的婚姻，成全上帝给你们的婚姻。那又像是双人的运动项目，从上次疫情啊，我们看了上一届的奥运，到了刚过的奥运。其实我们家孩子就从3年前的奥运开始，发现双打很吸引人，啊，还有你可以想象那双人滑冰，那些要2个人要培养默契的。然后这些选手为了比赛，除了每天练习以外，我们发现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训练方法，包含要双打选手一起养一条狗，啊，一起每天吃一顿饭，啊，甚至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在个人技巧上都已经是一流的选手，世界级的选手。为什么我为了参加比赛还要去一起跟他吃饭，一起住在一个屋檐下，然后每天一起去遛狗？这些东西每天遛狗，那多遛2次，多吃2顿饭，会让我们的名次更好吗？所以这个意义大家都晓得，他在培养2个人的默契。因为我们生活就是有那么多的重叠，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去交流、去连结。到一个地步，在球场上，无论是不是有一个人真的晃神，不小心跑位没有跑到一致，输了1分、掉了1分，他们另外一个人过来拍一拍，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努力。这是双打比赛非常非常需要的，为的是他们的默契。所以你的婚姻不只是你的婚姻，你的婚姻是神所赐，是神给的。最美好的、最深刻的一种人际关系。如果2个选手为了一个可能可以让他们缩嘴一阵子、几年的一个奖牌，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为了上帝给你们的婚姻，你愿意为对方多付出一点吗？婚姻不容易，但是盼望在座的夫妻，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有片刻可以享受，好像因为2个人的身心灵的联合。你会感觉好像上帝把你重新带回没有罪恶影响的伊甸园，你在里面享受2个人很美好的关系。那一幅美丽的图画是在上帝在创造当中对婚姻的心意。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美好一幅图画，却是从那人独居不好开始？为什么从上帝创造所有都美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创造里面，独居这件事情却是不好的？我们在教会可能听过很多不同的讲法。今天早上我们的分享要从人的被造来看。刚刚读的经文《创世纪》1章26、27节讲到说，人的被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整段经文有3个重点，我在这边整理一下。下次圣经速读的时候，看到这一段，你就要想到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第一，圣经透露3一神的特性。当我们看英文圣经，可以看得出来，神是单数。可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所以用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这样的经文传递的是整本圣经所让我们认识的这位神是圣父、圣子、圣灵在爱中享受团契关系的一位神。好，第2点，这段关系里面，这段经文我们留意到，神只有在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其他的动物都叫做各从其类，长什么样子没有提。大象耳朵有没有一定比较大？没有讲。为什么长颈鹿脖子要那么长？没有讲。那些东西都不重要，反而是我们每一个单独的个人，无论我们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都反映上帝的形象跟样式。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重点。第3，只有在人的被造的时候，特别提到造男造女。这边提到性别，强调2个人是不一样的，却是相配的。所以神设立婚姻从那人独居不好开始，因为一个人的独居没有办法反映在爱中团契的特性。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反映神的形象跟样式，但是当一男一女进入婚姻关系，婚姻关系本身也反映神的形象，这一点很特别。婚姻是丈夫和妻子2个不同却相配的人在亲密的爱的关系当中所建立，反映的是这一位圣父、圣子、圣灵在爱中团契的特性。透过男人跟女人相配却不同的2个人的结合，就补足了人独居时候所缺少的团契关系。一个人没有办法爱跟被爱，2个人是团契的最基本的单位。
夫妻关系则是我们人所能经历最深的团契关系，而且应该是带着爱的连结跟陪伴。所以你的婚姻不只是你的婚姻，因为你的婚姻要反映神在爱中团契的特性，这是婚姻被赋予所承载非常特别的神学意义，你不会在其他任何地方读到，民法里面没有，宪法里面也没有。但是如果我们活在一个破碎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有太多的原因让我们的婚姻不再幸福，甚至痛苦，怎么办？一定要忍耐到底吗？可不可以离婚？或者你要问为什么婚姻会痛苦？很多人会找算命的，就为什么我的生活是痛苦的？为什么婚姻是痛苦的？为什么我这么苦？我要知道原因，我要知道答案。痛苦有没有意义？我们要怎么面对？马太福音19章、马可福音10章记载同一个事件，就是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可不可以离婚的问题。那我列的是马太福音19章。好，这整段经文的概念，好，我们可以了解，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当中精通圣经而且严格遵行的精英分子，但是他们当中不同的派系之间对于离婚的标准不一样，所以他们来问耶稣：耶稣你怎么看？那这边讲的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很显然，那是一个非常宽松的看法。我结婚27年，我太太连个荷包蛋都煎不好，我可不可以把它休掉？好，出门要服侍，要有衬衫，她都没有把它烫得很整齐，烫不到我满意，我可不可以休妻，换一个会煎荷包蛋，换一个会烫衣服的？是不是所有的缘故都可以休妻？耶稣的回答就引用创世纪我们刚才讨论的经文哈。耶稣其实他说的是，你们是律法师，你们是法利赛人，你们应该都读过经文，显然你们没有读懂，你们怎么会听不懂呢？怎么会看不懂呢？所以耶稣补充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是，离婚并不是神对婚姻的心意。不离婚容不容易？台湾在今年的统计里面，年轻一代结婚的人当中，有1/7的婚姻会在5年内结束，有1/4的婚姻会在10年内结束，剩下的大部分也过得不是很幸福快乐。10年是什么概念？10年就是如果当年你送他大同电锅，电锅还能用，哈，当事人已经离婚了，好，那么的不耐久，那么的不耐用。好，想一下我们对婚姻的期待。如果当年你还记得那个爱家公投的时候，我们上街头，我们举标语，通常你不会把经文全部写在上面，因为看不到哈，所以我们会学科字海，就写很简单，好几个字。所以我们写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样的婚姻不容易，可是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为什么会说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婚姻的终极目标本来就不是不离婚。如果你在意的是不离婚，好，刚才在楼下有比较多人是还在单身的状态，我就说他们有一个选择，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有一个选择。如果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不要离婚，那你可以选择就是你不要结婚，因为一旦你不结婚，你就没有婚可以离，好，你就达成了人生的目标。好，但是我们在婚姻当中呢，我们就只能想，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法利赛人他们问问题，我们要知道，我们问的问题就决定了答案，所以问对问题很重要。你要拿对的问题问对的人。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法利赛人想到的是自己，他想到的是我在婚姻当中，可是我觉得不舒服，我不喜欢，有没有一个后门，上帝让我退场，有一个退场机制，然后你老人家不会生气，我可以继续做我的律法师，我可以继续做我的宗教领袖。所以他们来问耶稣，不是在意上帝对婚姻的心意，他们在意的是他们自己。那么耶稣的回答就是不可以。可是对我们来说呢，在同婚议题激烈的冲突之后，生活在台湾，生活在大都会，对我们这一群社会盯着我们这群基督徒看我们什么时候出包，看我们什么时候离婚，看我们什么时候出问题的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基督徒该怎么往前面对婚姻？这可能才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你在意的还是我可不可以离婚，你是用法利赛人的心态；如果你想到更复杂的现代，我们应该一起想的是，那么我该怎么样留下美好的见证？圣经有没有说？2000年的圣经有没有对台湾这么大冲突之后的环境、教会弟兄姐妹告诉我们婚姻该怎么努力？其实有而且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保罗在教我们。好，保罗在以弗所书，比如以弗所书是一个很特别的，它是对外邦人，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外邦人。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协议里面
没有犹太教、基督教的根。所以保罗是对着这一批人在写以弗所书，写这卷书。以弗所书前3章在讲清楚到底信仰是什么，所以他讲的是信仰的核心、信仰的奥秘。到了第4章以后，就非常的务实接地的谈到实际生活当中要怎么反映出、活出这样的信仰。到了第5章21节是我们这一段要讨论的，应用到家庭中的人际关系。21节讲到的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概念就带出了做妻子、做丈夫、做主人、做仆人、做父母、做孩子的应用。首先是做妻子，22节到24节，用3节的经文告诉妻子，做妻子的你们应该怎么扮演好妻子的角色。接下来从25节，保罗却用6节多1倍的篇幅来教导丈夫。其实我不知道保罗怎么有这种智慧哈，知道跟男人讲要多讲几句哈，男人好像听不进去。那但是我们回头看整段保罗的教导，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拿来教妻子要顺服丈夫，比较少来告诉丈夫对妻子的爱跟舍己。因为我们要求丈夫为妻子的付出这样的概念，和我们的文化本身有一点格格不入。但是这样的张力在保罗的年代更大。保罗的年代是罗马帝国统治，罗马帝国沿用希腊城邦的这个精神，所以他们认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一家之主，所以这个父亲丈夫是家里的国王，妻子是他的附属品，儿女是他的财产。所以基本上这个男人他决定怎么做，他想怎么做，法律政府是支持他的。所以保罗是在这样的一个大文化背景底下，就勉励妻子，既然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就学习去顺服做头的丈夫。而且保罗在更往前一步，多了一个属灵的意义，要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去顺服丈夫。那是一个发自内心的、积极的、正面的顺服，不是一个不耐烦，你要我做我就做。好，保罗讲的是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可是问题就是经文本身真的就是有更大的篇幅，多1倍的篇幅在提醒丈夫的角色。投影幕上有没有头这个字？有没有权柄这个字？好像都没有。所以保罗面对丈夫的时候，直接讲你要去爱妻子，为妻子舍己，甚至他没有说你要存谦卑，带着慈爱、温柔的去行使你做头的权柄。保罗完全没有这样讲。所以在当时，这样的概念绝对是离经叛道的，是颠覆性的教导。所以保罗的教导到底在讲什么？他对以弗所教会，对我们这个外邦，好像也是有这种男尊女卑的文化里。保罗在教什么？保罗在教的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是我们整个的大原则。我们要怎么活出我们的信仰，然后透过丈夫的舍己跟妻子的顺服来建立婚姻关系。如果按照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定是丈夫要先学习舍己之爱，然后我们来让妻子能够顺服。这是基督先为教会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教会学习顺服基督。所以舍己是什么？舍己是优先考虑配偶的好处跟婚姻的好处，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先放下自己的喜好，先想到配偶的需要。所以保罗在挑战是我们做丈夫的这些在文化当中的既得利益分子，我们愿不愿意主动的先放下好像整个大环境文化赋予我的权利，我先去爱妻子，那是我们出于敬畏基督的心对妻子的顺服。2020年5月底，已经4年多了，台湾确定了通奸除罪化，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没有刑事责任。现在这一批的大法官透过解释文，让我们看到今天台湾的这一批大法官怎么看待法律的功效或者他扮演的角色。他们的解释是，宪法赋予人的自由，包括婚姻中及婚姻外的性自主权，所以他们认为刑法中的通奸罪违宪。那如果配偶有意见，我就是不爽，你怎么跑去搞外遇？有没有路可以走？可以，剩下民法，就是要判这种告赔多少钱。但是呢，已经有案例出现，有些律师审理的那个法官认为说，配偶并没有享有独占的配偶权，所以你的配偶不是你独享的。好，有些法官开始用这个方式去走，所以在台湾，外遇通奸不但已经没有刑事责任，很可能也没有民事的责任。这是我们现在的法律，
这是台湾现在的法律，宪法给你权利。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的教导是，丈夫和妻子都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于对方。中间有很强的对比。宪法保障每个人在婚姻外的性自主权，保罗却说我们在婚姻当中的性自主权也没有。因为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不是你说了算，保罗在意的是我们能不能彼此顾念、彼此尊重、彼此讨论，这个是舍己的核心。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的反应是办不到，其实很正常，因为保罗的教导在当时就很颠覆，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底下也一样很颠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整个经文这样读下来，如果你刚好有翻纸本圣经的话，5章21节讲的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它其实是讲到5章18节，那是圣灵充满的最后一个结果。因为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能够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同时，当我们想到爱到舍己跟顺服，圣经中舍己跟顺服最极致的榜样，其实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你应该会想到腓立比书2章8节，耶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丈夫跟妻子在婚姻当中的爱或者是顺服，你为婚姻、你为配偶所付出的，都是在效法基督。这是基督徒很特别的一个成圣的过程，那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荣耀的呼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就你对圣经的了解，无论你在教会多久，还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圣灵充满的结果，而且最终的方向是效法基督？还有哪一件事情是因为圣灵充满所带来的结果，而这一条路最终的方向是指向效法基督？一点点。保罗的意思是在忍耐跟离婚之外，基督徒可以把婚姻当中的挑战跟艰难看作是神用来塑造我们更像他的工具。在希腊罗马的文化跟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是把妻子的地位放在丈夫的地位之下，甚至剥夺妻头。不然每一家乱了，国就乱了，希腊这个小城邦就待不下去了。所以把权力放在丈夫、放在父亲的身上，来维持整个国家的秩序。可是保罗的教导扩大了家庭的概念。对于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每一个家庭是在上帝的家里面，在神家中的丈夫妻子是透过一起效法基督、彼此顺服，来建立一个新的是以神为首的秩序。如果你家的墙上也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个不应该是一个小小的装饰品，那应该是不断的反复的提醒我们要晓得夫妻一起效法基督，一起学习彼此顺服。所以相对于这个世界教我们要透过打压对方来维持我的地位，你就是要一路的往上爬。可是信仰教我们的是一起效法基督来建立关系，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婚姻生活充满责任跟挑战，保罗的教导在提醒我们，婚姻生活可以变成属灵肌肉的健身房。当我们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看婚姻当中的冲突跟挑战，看作是神幽默的提醒，是他要锻炼我们舍己跟顺服的能力，是神要透过你的生活经验来锻炼你属灵生命的肌肉，是神反复的提醒马弟兄，你星期天可以穿着西装去讲道，你可以去教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回到家，太太一个眼神，孩子一句话，就把你弄到整个人快炸了。所以回到家，在关系当中，你才真的看到，原来我还有好多地方可以效法基督。所以幸福美满是整个世界在追求的，可是从圣经来看，那只是婚姻附带的好处。婚姻最主要的功能是让我们更像基督。你的婚姻不只是你的婚姻，因为婚姻要反过来是塑造夫妻属灵生命的场域。保罗在这边讲的不是婚姻协谈，不是咨商，而是讲到个人的灵命跟婚姻的成长。偶尔我们有一些困难，需要特别有牧师有辅导去陪我们聊一聊，把一些结给打开。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要学习继续往前成长。当夫妻都愿意在婚姻当中效法基督，走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意思是我们个人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反映出照我们主的形象跟样式。幸福美满的婚姻就应该只是我们慢慢改变的必然的结果。
你不能期待两个人越来越像耶稣以后，两个人就分道扬镳，对不对？我们应该有更美的团契。当关系越来越好，这样的婚姻关系就慢慢的更反映出神在爱中团契的形象。好，这样看来，如果你的配偶不愿意改变，或者你觉得他改变的比较慢，跟不上你的脚步，你的努力跟坚持有没有意义？你要不要继续努力下去？当然要，因为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你越学会要依靠圣灵，你可以更学习专注在你可以努力的地方，你的生命可以继续的被塑造，你的生命可以变得更坚韧。如果我们当中曾经有人因为任何原因选择放弃了婚姻，你仍然要继续学习跟随基督走成圣的道路，因为那个是在婚姻生活之上，是每一个人要努力的。但是回顾过去的经验，希望几年以后，你可以勉励还在婚姻当中的年轻人，你的朋友，可以鼓励他们，哪些你曾经以为很重要的，后来发现没有那么重要，不应该那么重要。有些你本来觉得不在意、无所谓的，没有想到那个很关键。你可以用你的经验回头鼓励还在婚姻当中的，要继续努力。好，但是保罗的教导没有停在这里，保罗继续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可是耶稣也曾经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嫁也不娶，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基督教的婚姻观跟摩门教很不一样的地方。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所以举了一个例子来考耶稣。好，7兄弟，大哥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按照习俗，弟弟就要娶，结果没想到一连6个弟弟都娶了嫂嫂，那也没有留下孩子，通通都死了。那撒都该人就说：“那复活的时候，这小姐算是谁家的太太？”我们花了半个多钟头讲婚姻，讲圣经的婚姻观。如果婚姻这么美好、这么重要，却带不进永恒；如果婚姻没有未来，还需要努力吗？你需要坚持多久？你可以想象，可能在新竹的旧区啊，有一个旧公寓，然后你大概知道说，可能5年后要都更，那个厨房水龙头漏水。浴室也瓷砖也蛮糟了，你会不会想花20万把它翻修一下？5年后要都更，想一想算了，勉强用一用无所谓。好，因为呢5年20万划不来。关键就在于婚姻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旧约它是比喻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所以透过婚姻这个我们有深刻感受的人际关系，让我们在读经读起来是有感觉、有画面的，很多是有温度的。到新约的时代，也是用婚姻关系作为基督跟教会关系的比喻。保罗说的奥秘，就是将来基督跟教会在最终的合一，也就是约翰所说，在复活的时候，羔羊就是基督要迎娶他的新妇，就是教会。所以用婚姻来做比喻。那比喻的功能是什么？比喻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不容易明白的概念，像盖房子的建筑的模型，或者是我今天从台北开车下来的GPS 导航，我就要知道会长什么样子，我知道哪边要左转要右转。好，但是当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参与在那一场盛宴当中，那个婚宴当中，我们会亲身亲眼见证到基督跟教会的合一。怎么讲？我现在都想不到，但是到时候我们都在现场，我们就懂了。作为比喻的婚姻就不再需要了，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说在天上在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那配偶呢？会不会到了天上看到旁边那位，这位姐妹好像有点面熟，在哪边见过你？当你看到你太太的时候，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好，你放心，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朋友，在主里认识的弟兄姐妹，到了天上，我相信我揣测这可能可以找这种神学院老师来聊一聊。我揣测是就我们在地上在主里面学习彼此的认识，在那个基础上，我们继续往前去认识，享受更多更深的团契。所以你的婚姻不只是你的婚姻，因为有一点很重要，是婚姻会指向基督跟教会将来在永恒中的合一。但是在今天，我们要认真的经营我们的婚姻，因为这个要成为基督跟教会关系活生生的见证。那么接下来呢？如果这是今天早上分享的是上帝对婚姻的心意的一部分，之后就需要有人去遵行，有人去活出这个以神为首的新生命。成为门徒，效法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追求。可是做门徒，换一个角度想，它就远超过读经、祷告、奉献、聚会、传福音。那在
今天婚姻的主题上，我们怎么样去做门徒，让别人透过我们的婚姻，或者我们面对感情婚姻的我们呈现的方式，就认出我们是跟过基督的，让别人看到原来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好，第一，每一个人都要每位属神的百姓都需要明白、要了解、要尊重婚姻关系，要知道神对婚姻的心意。我们需要非常努力去对抗世界的谎言。你打开手机，每天滑，有很多讲到爱情，讲到这种好像这种追求，讲到各式各样的东西，会吸引我们，因为我们人会被那样的剧情所吸引，但是通常都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你能不能自己决定过滤掉，把它关掉，把它跳过？第二，成圣是每一位基督徒应该走的道路。在跟随基督的前提底下，我们其实每一天在生活当中是学习效法基督。婚姻只是今天特别拿出来讨论的主题。第三，所以如果刚刚举手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你跟我一样，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的挑战就是要在这个相对确实是有点荒谬的时代里面，活出圣经的婚姻观，成为一个成长的榜样跟见证。我要特别讲成长的榜样。我们从小就在这个模范生的文化底下长大，还有10大青年楷模，那些人都是100分，所以会被选上当模范生。所以我们很怕被别人贴一个标签，我们要向你学，因为被我们的文化影响。可是，在圣经当中，保罗呈现就是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说，不是我已经说我得着了，我只是向着标杆直跑。他的标杆就是完成他在基督里神给他的使命。有很大一部分是成为门徒，神给每一个人的呼召不一样。保罗认真走完他该走的路，那个是向着标杆。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成长的榜样。在婚姻当中，我们怎么成为一个成长的榜样？那也正因为没有完美的婚姻，没有完美的亲子关系，所以我们通通都可以放下偶包，放下面子问题，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来学习。这就不是家丑的概念。所以千万要记得，你的婚姻不只是你的婚姻。那最后用几分钟分享协会的意向，在你们的这个单张里面有一个圆圈的图。好，那我们的想法是能够鼓励教会以门徒塑造的角度来思考对婚姻家庭的服事。那一个圆圈，一个人从出生开始一路成长、求学，最后预备，然后进入婚姻，好像作为一个家庭生活的循环。未必每一个人都会走完这个循环，然后再结婚生儿育女。但是以一般教会的规模，我们会看到我们当中有每一个年龄层都有一小批的人，他们在学习怎么样在他的处境，在他的生活阶段活出信仰，成为跟随基督的榜样跟见证。那每一群人都有特定的同工在牧养他们，可是长期分工下来很难。会有同整跟合作的问题，所以我们鼓励教会用门徒塑造的角度，一起重新来，好像重新对焦，用这个概念来看家庭事工，让成为门徒、效法基督这样的呼召，作为整个家庭工作的标杆。所以在这当中有3样事工在你们那个文宣里面有画出来。第一个是婚姻工作。婚姻一定是一切的基础，因为包含从婚前一路到后面婚姻的成长。其次是亲职事工，亲职事工的概念是因为孩子是在家庭中成长，所以教会要跟父母合作来牧养在不同阶段的孩子。孩子从高小开始到结婚以前，则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认为10岁的孩子已经可以慢慢独立跟辅导跟主日学老师对话，所以有些教导可以直接跟他们谈，帮助他们面对。所以这一块属于情感教育。那么3个颜色。哪一块最难？哪一块最容易被忽略？是做夫妻的工作，还是做亲职的工作，还是做情感教育的工作？都有它的挑战啊。但是在我们服事的经验里面，婚姻事工是最难，因为从婚前一直到中壮年的夫妻，各个阶段的需求非常不一样，越累积问题越难处理。那常常会考验教会有没有足够的同工去了解、去装备。那最容易被忽略呢，则是红色的亲职事工的部分，因为在分工上面，好像这是处于三不管地带。儿童事工的同工，并不觉得我要管到他们的家里，特别是爸妈把孩子带来，就是孩子给你们，可是我们的关系不是
不在你的范围里面。好，所以现在各级学校的老师也顶多非常客气的跟我们做家长的谈，他们绝对不敢说，这位妈妈啊，这位爸爸，好像你们家人关系、家庭气氛不太好，影响到孩子啊，他们并没有这个权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不敢讲这样的话，在教会同样发生。那当牧养成人的、牧养夫妻的，又很难跨过去说，我们来处理家庭当中的亲子问题。好，所以好像这个议题是两边都顾不了的。那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努力要配搭神学院跟教会服事的范围。刚刚有提到，在教会11月底有一个夫妻营。那你们手上有另外一张夹页，是今天夹的那个更新的周报。啊，刚好里面那个年轻姐妹的见证。是我们在大直教会的连续3年的夫妻营，他们的父母有参加。他们父母参加第一梯以后，就主动说，以后他们要帮教会去打点整个报名、行政、场地、用餐。好，因为他们在当中很大的收获。我们看着他们3、5年下来，婚姻走过很多的挑战，然后还碰到孩子、女儿这样子生病，所以都非常的煎熬。但是他们就学习，虽然过去婚姻真的走得不是很顺，但是他们努力的学习，那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家啊！一直也常常传简讯给我们说，老师接下来明年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在教会帮你做什么。好，那协会最主要的工作，除了配搭教会跟神学院以外，就是能够整合婚姻教育的专业和基督信仰的立场，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写出一些材料来训练教会装备家长，像荧幕上面这些比较小的字，大概都是我们希望慢慢可以写出来的。那我们当中的心仪，好，他也参与在我们当中，每1周2周，我们透过线上就讨论，一起把教案可以整理下来。那目前除了我们夫妻以外，还有这些几位同工、义工在里面，所有的费用都要仰赖弟兄姐妹的奉献。所以，如果你认同我们的努力，那希望看重家庭工作，希望教会协会能够对这个社会有一些影响，有一些回应，或者至少我们能够保护住我们的孩子。好，我们邀请弟兄姐妹用任何的形式来支持我们。你可以用奉献袋，你可以用扫描 QR code， 里面有详细的资讯。那也很需要你们为我们代祷。那上面2个，我们会透过粉专有一些新闻的回应或一些活动的宣传，有时候是在某个教会他们的讲座，我们去分享，他们愿意开放，我们就会透过那边广告。那如果你看到了，刚好你知道有朋友在那个城市，就鼓励你可以转发，可以邀请他们。那希望整个教会对于社会本身能够有多一点的影响力。所以最后一方面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好，所以如果11月底你会考虑参加夫妻营，非常欢迎你来参加。也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下一代能够跟随基督，为了教会可以在这个世代很关键的家庭议题上面成为世界的见证。我邀请各位在祷告跟经费上面和我们一起来同工。我们最后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为你所设立的婚姻，我们要感谢你。纵使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是充满了挑战，有性别多元，有同婚、同居、离婚，但是求你帮助我们，把你对婚姻家庭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有勇气去活出来，让这个对于婚姻家庭失去盼望的世代，因为看到有一群人在他们当中在情感、在婚姻、在家庭上面所留下来的见证，有机会去认识这一位创造他们也爱他们的上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三个来吟回应的诗，信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事献的同工。请起立，因奉献的诗。三甲来祈祷，主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赐福阮婚姻家庭这份美好的礼物。阮伫婚姻当中，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阮伫婚姻当中学习去听、去包容、去理解。愿你成做阮婚姻家庭的中心，献上阮的感谢。愿你感觉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坐。刷只来报告，请郑市长咯。在先咱欢迎迄个马永年老师伫咱遮讲道。哦，煞接安那请心怡来报告一下迄个夫妻成长业的代志。各位兄弟平安，我是心怡。吼，较明白阮翁仔某的人知影讲，阮伫疫情的期间有录网络顶头的广播节目，吼，就是线上的radio吼，专门咧分享讲阮知影经家庭的智慧。阮的节目名叫做好家在，吼，就希望讲，互厝内诚做安心归属的所在。有人就听阮的节目，那不止一位的听众朋友，就甲我讲。哦，原来夫妻之间会使安尼讲话哦，会使安尼开讲哦。哦，感谢主，安尼互动，安尼会开讲，就会使真做上帝见证。吼，其实阮足愿意伫咧关系的代志顶头继续学，因为阮拢毋是完美的人，阮拢是罪人。今日教会有足好的学习的资源，就是。咱11月23甲24要举办的夫妻营，无论你年纪有偌大，拢会使参加吼。阮有2天的时间，一天是5点钟，无过暝，
吼，咱遐尼早甲大家报告，就是希望讲你会使较早安排，甲时间分别出来，啊，甲出来代志安顿好势，会使夫妻做伙来参加即个足好的课程吼。啊，愿上帝来祝福咱大家愿意学习的心，多谢。第4项后礼拜9月7日，要做圣礼典啊，请兄弟未备办心，啊，若有洗礼来报名。第9点是马约翰牧师吼，9月22日要来培灵，来讲道啊，下晡个培灵啊，伊中文足好诶吼。我们去年10月时伫中部伫中会圣经学院教育部咧办训练时，伊就来做讲师，啊，讲得足好诶。啊，阮迄当阵就甲约啊，约今年要来，啊，排到即嘛，哦，美孙知影这样代，伊当阵嘛有伫诶，啊个瑞林拢阮有伫诶，啊，所以就甲邀请，所以大家把握即个时间，9月22日诶时，上好就大家拢斗阵来参加，哦。啊，我报告到遮，啊，看牧师还有补充的无？刷下来补充报告。第3点，本主日台语礼拜后12点半，伫7楼要召开圣诞节期的活动第2届的筹备会，请各事工的团队代表参加，有提供便当。第五项后礼拜主日台语礼拜后12点20分，伫7楼要召开长执会，请长执出席。第6点，美美谷的主日学的家庭日，本礼拜六伫八股亲子休闲农庄要举行，费用是1位是500块，欢迎主日学的同工报名参加。第7点，圣歌队主办圣甲研习的讲座，为9月21号开始，时间是拜六下晡1点半开始。有兴趣的兄弟欢迎伫9月15号进前圣歌队报名。第八点小可拉度的人生福音大会伫9月28号拜六下晡3点到5点伫本会1楼举行，费用是1人100块，欢迎新朋友参加，请兄弟邀请朋友做伙来体验。第10点阮都培育组的基后真理班，欢迎兄弟参加，请罗牧师也是干事是报名。礼拜日的12点半，伫601教室，主理是罗牧师。礼拜4早起的10点，伫601教室，主理是黄牧师。第11点，新竹区的赞美操培训认证课程，地点伫公园里面活动中心，为9月19号开始，时间是拜四下晡1点半，一人1000块，欢迎旅村局技术报名。OK， 来源足好提起的诗，信息401首，愿全人主上帝。今时线请牧师教导，请起立来敬。So
你设立婚姻，你也去做家庭，完整家庭拢也主耶稣基督做家庭的主，你也伫婚姻的中间做因的主，因为你是人的头，愿彼此相听，也彼此顺服。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叹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三甲同在，甲每一个家庭，甲每对夫妇三甲同在，对大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别倒。